Hi，我係 Alex。之後 Time 係一個賣手錶同手錶故仔嘅 channel。買手錶當然係要俾錢啦，但係聽故仔係無價嘅。你仲唔快啲 subscribe 同加入我哋嘅 Watch Club？今集嘅節目要開始啦！買錶中伏可以喊成世，但係揾我問價呢，只係幾秒，免費查詢，免費報價。作為一個手錶頻道，點評 Watches and Wonders 咧，咁啊當然係唔少得啦。其實各位錶迷最想聽到嘅係乜嘢呢？我覺得呢個答案咧可以係好二元嘅，就係有新意同埋冇新意。有新意啊當然值得一讚啦，但係冇新意咧又會俾人踩到一文不值咁。其實大家有冇諗過啊？創作呢一件事不外乎咧都係三樣嘢。第一係變奏，第二係增添，第三咧就係重構。同一個系列有唔同嘅顏色紋理嘅變化，呢一個咧係變奏。如果喺一隻錶上面咧加啲新嘅 logo、新嘅符號，呢一啲咧就係增添。成隻錶重新設計過，出一個新嘅系列咧就係重構。譬如畫面上面呢一隻紀念版，其實咧以前已經出過呢個面噶啦，不過咧佢加咗啲顏色，簡單嚟講咧就係以前嘅慶典波面，再加埋以前嘅紀念面啊。變奏咧就唔一定差嘅，不過咧唔喐架構，淨係喐啲表面嘢咧，錶迷咧就未必一定咁接受。咁啊，視乎你覺得靚唔靚啦。至於增添方面，呢隻 Oyster Perpetual 就加咗100 years。同埋咧喺錶冠嗰度咧都加咗100呢個字眼。至於錶面顏色啦，用翻金鋼嘅呢個設計，呢啲咧又算係一個變奏。所以變奏同埋增添咧可以同時存在嘅，視乎變奏嘅程度啦，同埋增添嘅程度多與少，我哋咧可以評定一隻錶咧有冇新意。唔知大家覺得咧呢隻錶嘅新穎程度去到邊呢？下一隻錶咧就係 Datejust 啊。咁至於呢隻錶嘅錶面只係轉變咗顏色，呢一個變奏唔知大家又點樣睇呢？如果要講到呢個分別比較大少少，嗱唔係話變好多，但係咧呢隻 Yachtmaster 承繼咗上代嘅顏色，重新設計過一個新嘅機芯，有一個重新設計嘅倒數系統。可以話係變奏同埋重構兩個創作要素嘅成果。不過呢，講真句，上代嘅銷情麻麻地啊，中意呢款錶嘅亦都唔多，所以我相信啊，呢隻錶呢都算係勞力士嘅陪跑之作。整體嚟講，今年呢勞力士玩嘅嘢都係以變奏為主啊，都係打一啲穩陣牌咁啊，所以呢，你話會唔會令到大家咧好耳目一新呢？我相信咧就唔多覺嘅。至於停產咗百事呢一件事，大家咧如果冇乜必要嘅話咧，都冇需要去買噶啦，因為我相信咧炒風咧都係維持一陣。睇完勞力士咧，我哋可以去睇另外一個牌子啊，就係 Grand Seiko 啊，香港人特別中意。Grand Seiko 咧，雖然佢都係玩變奏，但係啦，因為每一次嘅變奏，佢嘅錶面啊，都有一啲新嘅表現方式。而最重要嘅係 Grand Seiko 玩自然景色嘅紋理，就同簡單變個顏色咧，簡直係兩件事嚟嘅。大家不妨可以咁樣諗啊，勞力士轉個顏色，我用小畫家都能夠做得到啦，但係 Grand Seiko 唔同啦，佢哋要去諗嘅係用自然景色點樣襯落去隻錶嗰度。呢種錶面嘅轉變仲涉及到工藝嘅水準，即係簡單啲嚟講呢，我作為一個手錶玩家，我會有一種哇，原來係可以咁樣設計，原來隻錶係可以咁靚嘅。再加上上年 Grand Seiko 出咗新嘅 UFA 機芯。機芯呢啲嘢呢，就冇得年年都改嘅，自不然呢要物盡其用啊，放喺唔同嘅系列入邊。所以今年呢，就出咗一個300米專業潛水嘅系列，就用咗呢一個 UFA 機芯。話明潛水錶梗係要落水噶啦，所以啦用咗一個藍色潮直嘅漸變面。如果睇完呢隻錶嘅設計，你依然覺得黑水鬼、綠水鬼嗰啲比較靚嘅話，我只能夠話，你對錶面嘅要求未免太低啦啩。除此之外啊 Grand Seiko 不嬲俾人嘅感覺呢，就係會出鋼錶為主，但係今年呢，都轉一轉啦，同你玩黃金正裝錶啊。
Grand Seiko 咧一直以嚟俾我嘅感覺咧都係走中檔路線㗎，好少咧會出一啲黃金嘅手錶。先唔好理咧個錶面係咪真係過於簡單啦，但係整體嚟講咧，佢願意去踏出呢一步咧，出更加多嘅黃金款，我覺得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對於品牌定位嚟講咧，係會高一格嘅。除此之外啊 ，Grand Seiko 仲出咗一隻咧高級珠寶錶，用紅絲做主題，8日鏈嘅 Spring Drive 機芯啦，限量得幾隻嘅啫。上面鑲嵌咗267粒鑽石，同埋咧26粒石榴石，重現咗紅絲嘅鬃毛同埋輪廓。雖然呢隻錶我相信咧有興趣嘅人咧唔多，而買到嘅人咧亦都極少。咁但係咧對品牌定位嚟講咧都係一件好事。之後咧我哋又睇下呢一隻咧 Sakura Wakaba High Beat 嘅機芯啦，動力儲備55個鐘。直徑38mm， 厚度12.9，係有少少偏厚嘅。咁但係整體嚟講咧，對於一隻黃金錶嚟講咧，應該大家會開心，因為越厚越大嘅話，證明隻錶越重啊嘛。最後我哋睇埋咧 Grand Seiko 出呢一隻 Iwao Blue， 咁就係一隻藍色岩石紋 Spring Drive 嘅手錶。呢隻錶咧，唯一我覺得唔係好滿意咧，就係嗰條帶啊，嗰條帶有少少老氣。但係如果你追求貼服感嘅話咧，應該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接下來咧就可以嚟睇下 IWC 啦，大部分咧都係變奏嘅玩法，同一隻錶同一個尺寸加唔同嘅功能，加個陀飛輪入去啦，換一換錶面顏色啦。大家成日話 Panerai 好悶，轉嚟轉去都係轉顏色，其實 IWC 玩嘅嗰個方向又何嘗唔係一樣呢？加加減減，少收少補，我覺得個誠意仲差過勞力士啊 Engineer 加鑽石圈，哇，完全係唔知搞緊啲乜。換下材質又1年，我都冇嘢好講啦。其他錶款咧，大家再慢慢睇。接下來咧就嚟睇一睇 JLC 啊。嗱，呢啲款我相信咧，大部分朋友咧，就算你有錢，你都唔會走去買一手嘅。留翻啲超級富豪咧，買完之後抌翻去二手市場，咁到時大家再考慮啦。所以我最想講嘅咧就係呢一個新嘅系列啊，佢咧係一個重構嘅玩法，就係 Master Control Chronometer。佢總共咧出咗3款錶嘅，就係3針日期款啦，日期加動力儲備顯示，同埋咧一隻萬年曆啊。JLC 咧就係一個好神奇嘅牌子啊，睇落去咧好似同好多錶都好相似，但係咧嗰個比例咧又非常之 JLC 喎。大家一樣咧都係3個10 dial 啊，咁但係咧嗰啲 index 咧佢就偏長少少，淨係單靠比例都可以令人哋印象深刻，讀得到佢嘅藝術語言。成個 Watches and Wonders 咧，講真嗰句 JLC 嘅呢個系列咧，似乎係最有誠意㗎。而且我成日都話啦，一個錶廠咧，如果要展示佢嘅實力咧，佢唔可以淨係出一啲咧大家都買得起嘅款啦，佢都要咧俾啲時間、俾啲心機去投放喺一啲咧非常之複雜嘅機芯上面，或者能夠買得上、能夠欣賞嘅人唔多，但係咧你始終都要拉高你自己成個產品線嘅上限。所以當各大牌子仲喺度玩變奏嘅時候 ，JLC 好努力咁樣變奏、增添、重構3樣嘢一齊玩，真係咧本年度最佳錶廠。當然啦 ，Reversal 咧就冇乜嘢好玩噶啦，玩複雜玩過啦，玩畫畫都玩過，咁今年咧咪轉下幅畫咯。呢樣嘢我又覺得都怪佢唔到嘅，不如就當佢玩變奏玩得出色啦。最後咧睇埋江詩丹頓嘅 Overseas 啦，或者咧又唔係啲咩週年紀念嘅嘢啊，咁所以咧如果要推出新錶咧，其實最無腦、最唔需要花心機嘅就係轉變顏色啊。咁今年咧就同你玩 Do Re Mi Fa 4種唔同顏色推出嚟，俾大家咧有啲新鮮感。不過你覺得咧，我會唔會因為呢個4個顏色然後九衝去買呢？坦白講，我真係唔會嘅。有時我喺度諗啲咧比較邪惡啲嘅諗法啦，咁如果我買翻隻舊版，然後我叫人哋做個面換隻色，咁其實係咪又可以做到相同嘅效果呢？我甚至乎我揾人設計一個慶典面咁樣，咁又得唔得呢？ Overseas 加慶典面，大家點睇？當然啦，作為3大巨頭，咁都要玩下超薄技術嘅，咁所以啦，全新嘅機芯2550。薄到咧得 2.4mm， 動力儲備達到80個鐘，真係勁抽嘅呢隻。不過唯一嘅問題就係好鬼貴。
好啦，今集嘅時間咧又嚟到呢度啦。咁我相信咧，其實好多錶款咧，各大 YouTube 頻道都有介紹。不過咧，我今日就揀咗啲我想介紹嘅。唔知大家咧對呢啲款式同埋呢個三大嘅創作要素有啲乜嘢嘅睇法？不妨咧喺留言區度討論。咁呢度 HK Take Your Time，我係 Alex。咁咧，如果大家想買錶、揾錶、寄賣手錶、維修手錶，記得揾我。咁我哋下集再講。拜拜。